头家无用试试，伫咧煎好食的麦仁煎饼含两片。伫咧真冷的天气，人客上爱食这味，客人会知影就出门运动。还好啦，多运动就不会冷了哈。阿姨身体上勇，这个查某学生是寒甲无想要起床，很冷，不想起床。民众寒甲死准，13号下早上低温伫咧云林、岛南和嘉义民雄拢是9度1，不过说落来会更加冷。今天、明天2天呢，还是在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之下，可以看到，因为今天还有一股冷空气补充下来，所以明天的低温呢，会比今天来的低哦。所以在整个普遍来说，中部以北、东北部的低温大概是11、12度左右，南部跟花东的气温呢，大概是13到15度这样左右的低温。那空旷近山区呢，还会再更低一些。这波真强的大陆冷气团来，民众都要注意。今仔日明仔载2天，全台湾有18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，高雄以北和金门县会出现10度卡到低温，这样冷，敢有机会会当看到雪？但是在高山的部分，因为水汽上比较偏少啊，所以降雪的几率是偏低的。下礼拜1之后的东北季风增强啊，会有伴随华南云区东移啊，到时候高山的降雨几率看起来比这波要来的高一些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我们最新的天气预报资料。预计明仔载开始天气才会慢慢小落，不过后礼拜1东北季风变强，天气就要开始变冷咯。长时间低温的情形，除了要随时穿小露，使用电烧水器，也拢要注意安全。